花莲县内的凤林镇，一个淳朴宁静的小镇，也是整个东部地区客家人口最多的地方。早期住在桃竹苗的客家人，生活非常辛苦，人很多，土地很少。大概他们在1914年到1934年的这20年间，大量的搬进到凤林来。92年2月正式对外开放的文物馆，原本是一处闲置空间，后来镇公所提出计划，规划成为东部第1座客家文物馆，馆内收藏相当丰富。我们文物馆1楼展示的是客家人来的途径，和客家人的信仰，和客家人生活常用的器物。我们文物馆2楼展示的是客家的服饰、客家的房屋、客家的客厅、客家的卧房，还有客家的厨房。另外一区展示的是客家的产业，掠白都是头白的文化。以前的文化，头白给文化。早年为了生计，从西部翻山越岭来到后山的客家人，不仅开辟了一片天空，也保留了许多客家民族珍贵的文化。马路伊写山歌，上面有罗马拼音，底下有注音拼音，大概对阅读的人自学都很方便。为了推广客家语言之美，文物馆特别制作看板，将客家谚语搭配罗马拼音，只要照着念，也就能练就一口流利的客家话。上课喽！头白嘅文化，头白嘅文化，头白嘅文化。